香港資深電視人梁才遠，人稱蔡叔，傳出離世消息。消息一出，令不少圈中人及觀眾感到惋惜。梁才遠多年來參與及策劃多部經典劇集，對香港電視界發展貢獻良多。其作品陪伴不少觀眾成長，留下深刻回憶。資深監製楊兆鴻於社交平台發文悼念，表示近日演藝及電視界接連傳出令人難過的消息，形容梁才遠是一位待人友善、備受尊敬的前輩，曾監製及執導多部經典劇集，對其離世深感不捨。在繼續報道前，歡迎大家先按讚、訂閱頻道，並開啟通知鈴，獲取更多最新娛樂資訊。梁才遠曾先後效力麗的電視、佳藝電視、無線電視、TVB 及亞洲電視 ATV。他於上世紀70年代加入 TVB 後，參與多部劇集的編導工作，憑藉出色表現逐步晉升。其後擔任監製期間，推出多部深受觀眾歡迎的作品，奠定其在香港電視圈的重要地位。90年代，梁才遠曾轉投亞洲電視發展，其後重返 TVB， 並晉升至戲劇製作管理層，參與劇集策劃及整體製作工作。憑藉豐富經驗及專業眼光，他多年來培育不少幕後人才，對香港電視製作發展影響深遠。2020年，梁才遠正式宣布退休，結束數十年的電視人生涯。他的離開不僅是香港電視界的一大損失，也讓不少曾與他合作的藝人及幕後工作者深感懷念。梁才遠一生奉獻電視事業，留下眾多經典作品。他的努力與成就將繼續被觀眾銘記。願梁才遠先生安息，家人節哀順變。